今仔日早起9:40，花莲县近海是发生规模5.1个地震，深度大概是25公里。花莲县甲南投县的震度上介大有4级。气象署是判断讲，这阵地震甲去年的4.3花莲大地震并无关系。鱼肚仔内底水直抓，鱼仔嘛拍着惊。花莲吉安乡民众厝邻的监视器翕到地震发生的时阵的情形。拄好去鯉鱼潭佚佗的游客，伫桥顶咧行嘛，雄雄感受到地震，是行一个紧歇伫手环边，在地人更加是第一时间赶紧撞出来。你们是因为地震跑出来的吗？因为这是危楼。拜二早起9:40，花莲县近海发生做是规模5.1的地震，深度差不多25公里，属于加浅层的地震。花莲县国家级的警报直弹，上大的震度伫花莲甲南投是4级。它释放的这个能量大概是相当于0.02颗广岛原子弹的这个能量。那规模5的这个地震的那个破裂面它大概就是相当于那个滩区的那个大小的一个破裂面。气象署研判，这个地震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相卡，因为台湾规模5至6的地震，一年平均差不多45个，也就是一个月差不多会有4个规模5左右的地震。所以气象署认为，这个地震甲4月初3花莲大地震并无关系，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由地震的时间发生的时间跟地震余震的这些分布的统计然后再跟9.1这个来比对来看的话，我们认为04、03这个地震它的余震应该是差不多结束了，然后今天这个地震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独立的事件。南部地区的地震较济，民众要是要注意。气象署讲，无排除3天内，还会有4至4.5的地震会发生。公视新闻花莲报道。